咱来看国际新闻，讲到这印尼进前的独裁者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，上无有50万人去互安罪名落被杀死。总统普拉博霍切接甲伊对方做国家英雄，所以引起民间团体呢，还有受害者家属强烈反弹，连续几日间拢伫咧首都雅加达的街头示威抗议。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2电视直播的国家英雄纪念日，将国家英雄牌匾颁予前总统苏哈托的查某囝。文化部长佐恩指出，苏哈托伫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发挥关键作用，后来佫担任军事行动的指挥官，为荷兰人手头夺回即卖西巴布亚。苏哈托1967年用俗称左派军事政变做理由夺权，替换手段统治印尼的32年之间，至少50万人被 被冠上刺激分子的罪名杀害。50年前入侵当地粉的行动是冷战时期上残酷的军事案件之一。不过，伊是美国盟友，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。执政期间，年平均经济成长率是7%。1966年，各将通膨为10%降到10%。印尼即马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。 Yang pro kontra kan masyarakat Indonesia itu kan macam-macam ya. Ada yang pro, ada yang kontra itu wajar-wajar saja. Penting kan kita melihat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bapak saya. 总统府国文化部连续几日，拢组织大批反对团体示威抗议，这时超过500个公民团体成员、运动人士甲学者，用共同批的方式致函总统普拉博霍，要求因通对洪苏哈托做国家英雄，若无就是对受害者、对民主价值甲改革的背叛，也佫互少年时代带来错误历史观点。同款内容的线顶连署活动有16000人响应。 2010年以来，苏哈托真侪摆被提名做国家英雄，不过伫国家强烈抗议之下，最后拢煞去。出身军人，捌是苏哈托的部下，佮做过伊囝婿普拉博沃无共。伊伫旧年胜选演讲的时阵，都捌公开俄罗斯哈托的政绩，上台了佮出版新的历史册，淡化苏哈托的暴行。伊家己伫90年代也捌做过绑票虐待民主人士的代志。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。